成立体育局一直是台南市府会所重视的。县市合并以来，各项国内外重要的比赛拢有真好的成绩。市长黄伟特表示，新成立的体育局专业组织架构包括运动设施甲产业科、竞技运动甲学校体育科以及专门运动科，将成为体育政策推动的第三角。那现在6都大概5都都有体育局或是运动局。我们希望说这些都能够让我们国家对于体育的重视以及对于选手的重视。除此之外呢，我们相信大家都喜欢运动，为了提倡全民运动，我们还会陆陆续续争取全民运动馆或类似全民运动馆的这个设立，这也是体育局将来要施政的重点。陈良乾已经推动台南市的体育发展真侪年，伫中央甲地方都有真丰富的体育行政经验。陈良乾感谢市长的肯定，伊将伫上任了后推动8大施政重点。那我们现设施方面，在109年的时候，我们前瞻1期的有28处的运动场馆已经完成。那前瞻2期的还有27处的运动场馆，也陆续征集到经费，现在还在兴建中。所以我未来有几件的这个重大的这个政策，我希望我能够在我的手上把它做好，让我们市长这个觉得说他没有用错人。在各界期盼之下，台南市体育局总算是要诞生。所有市民也拢期待体育局有所作为，会当真正让台南市的体育发展迈向全新的里程碑。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